对您也无什么，也无做什么罪大恶极的代志。嘉义市无党籍市议员戴宁的母亲瘫软哭倒在儿子身上，不停拭泪。天也太不公平了。这是什么司法啊？戴妈妈11号原本期待戴宁可以先回家，还煮了猪脚面线要让她过运，没想到晚间嘉义地院裁定戴宁要继续羁押。咱家己的法律到底是安怎？为民服务会比拍死人较严重，袂当交保吗？嘉义市无党籍市议员戴宁被控涉嫌诈领助理费518万。3月13号收押后，5月11号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，建请法院求处重刑24年。同一天晚上，嘉义地院召开羁押庭，裁定是否续押。院方评议超过2个小时，裁定继续收押禁见。本院在审酌被告涉案情节重大。涉案期间长，且人头助理多达4人，基于比例原则权衡之后，裁定被告羁押禁见。我们认为这个羁押的理由跟羁押的这样的情况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好，我们帮他提起争议。法官认为戴宁仍不认罪，所以继续羁押，但在4月8号已经给予通融，让戴宁回家参与父亲告别式。而目前戴宁也委由律师提出声明异议的救济程序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